世界数，愈捌愈亲着，愈会甲保守。台湾俗语摕来谈，深色趣味是有内涵。欢迎收看《报道歌丁》，我是林显元。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台湾这个土地的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。报道歌丁要用俗语带乡亲，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。俗语讲，看到生命在根基，地名也是有原理。了解现在甲过去，无事得读圣贤诗。啊，你是住倒位啊？这是大家打熟悉的时阵会去问到的问题。啊，讲住伫倒位真简单呐，不过到底有几个人会当讲出你的故乡的地名的来源呢？就讲咱是台湾人，住伫台湾，你到底敢知影讲台湾为什么叫做台湾呢？今仔日咱就透过这个 VCR 甲来宾的访谈，来了解着讲咱400多年来咱台湾地名，一一来甲伊分析。我唔管你几岁，你都一定甲我同款好奇，咱台湾到底什么时阵叫做台湾？咱先来听一首台湾地名演变的念歌，咱才做伙来听台湾人的故事。讲来，互大家来评断。上早就是出自《山海经》的海内北境，也就是中国近海的北平啊。讲是蓬莱、英州、凤翔、澎湖、大武、元桥等等等。到底是伫倒一位，煞嘛讲袂清，也嘛有人讲有神仙伫面顶哦。三国孙权打二州，隋唐宋元叫琉球，论真咱若小研究，汉唐元三个朝代遐认同，因何无来下手？迄是真啊简单，为何万历的年代，又原讲是北港掠家人啊？16世纪葡萄牙看到咱美丽的海角山，甲咱叫做 Formosa， 也那日本伊讲是高山。心有良来卡牌，伊家好咱的大小界，讲当官一定在伊来哟。好咱失败是来当官，采用原民社名叫做台俄湾呐。中国因为无解管。原叫做台湾呀，台湾嘞。若要讲台湾甲中国有牵连，就是对这个郑成功才算开点啦。清朝统治200年，算来也是真了然啦。这个拍输日本，煞来挂予日本求赦免啦。第二次世界大战。日本战输，台湾要来放弃，国民政府才来占据。
为什么叫做台湾呢？啊，原来台湾哦，唔是干那叫做台湾呐，所以讲吼，咱身为台湾人，应该对咱台湾的这个好名，啊，有咱台湾的历史吼，爱更加更较有深的了解。咱今仔日呢，要了解台湾历史，要了解台湾的好名呢，咱就一定要邀请这位对台湾史真有研究的这位老师，伊是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的王嘉音老师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老师啊，你会晓讲荷兰语吼，啊，还会晓讲真侪外语，当然台语是讲了真正对无吼？啊，你拢讲吼，爱用台语来研究咱台湾史啦吼。啊，你对地图啊，即个古地图、古文献吼，真有研究吼。你会当甲咱讲看卖吼？你对即个地图内底吼，去发现了什么代志？啊，甲你讲一寡什么款的关于台湾的事情？哦，基本上我看地图，我毋是地图专家，是，吼，因为我是研究历史的。是。啊，那有资料，我就尽量用资料，比如不管伊是迄个什么碑文啦，吼，啊是讲有迄个啥一般的校谱，是，啊是讲有即个地图，我就摕来看，会当解出去展现出当初的社会，当初的物质环境。是，较主要是讲嘛，毋是用嘴咧讲故事尔，咱的祖先嘛是用骹，用骹写字，是骹写字就是地名。啊，当然啦，咱头拄迄个 VCR 内面吼，有讲到即个台湾地名吼是有咧演变啦吼。当然，这个问题就是我要替全台湾的人请教老师一个问题，就是一直伫咱的脑海中吼，一直咧想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安怎这个土地啊，伊会叫做台湾呐？咱先对这个荷兰时代的资料先讲吼，因荷兰人一来，因就讲因入去一个所在叫做台湾。台湾是荷兰人讲的。荷兰人讲但是荷兰人安尼讲，伊是讲因对这个啥，对一个敢若讲一个迄个大江内海入啊，是，入来看到真大的湾，因问在地人讲这安怎叫，是，因讲做台湾。哦，是因为一个湾，所以讲做台海湾。海湾。海就对今仔日对啊，咱讲府城，府城边的海湾。是。问在地人。是。一般人来讲，迄在地人就是原住民啦。是。就可能啦，阮咧照研究的观点是讲，因为荷兰人来台湾进前，都袂少海贼，袂少掠鱼的。是。咧讲漳州甲泉州做现在台语。是。所以是因遐人去对着荷兰人。你入来讲真大，我叫台湾。台湾。就是真大的湾呐。所以叫做台湾。做荷兰人来讲，这学做嘛，迄个 Groot Bay。真那个来的bay真大的湾。是，所以讲这个号名，是严格来讲，唔是荷兰人甲咱号的，是原本咱台湾这个人，就讲这个所在就是台湾呐，台湾这个所在。原来台湾的地名由来是，所以讲迄个台江迄个所在是安平吗？即摆是安平嘛？300多年前这个所在是一个大海湾呐，所以讲叫做台湾变做台湾。老师你。拄则有讲到讲吼，即个咱有读过讲有一个台湾的游记吼，就是迄个故事册啦吼，旅游的迄个记录吼，有一个叫做东番记啊，东番记，东番记吼，这个东番是讲嘛是讲台湾吗？还是讲什么人是这内底番吼？什么人到底才是番啊？因为知照中国人观点，中国人以外全世界大拢番嘛。是啊。所以葡萄牙人，咱若咧讲葡萄牙人是青番呢。是。荷兰人红毛番。是因为什么有做青番啊、红毛番是头长的色吗？对，用头壳的色来看，重点毋是讲，但中国文献毋是中国人以外拢番。是。咱台湾都毋是中国的，都在台湾的边啊，所以咱东番。东番。吐蕃吼是西装是，因为做西番。是安尼，所以讲是用迄个中原即个地理中原的观点吼，因为咱台湾是伫咧东边，所以讲就是东番啦吼，迄就是东番。迄个吐蕃吐蕃，就算讲是西番。西边的。台湾即个所在，我有记得吼，咱拢讲咱是一个美丽岛啊吼，是福尔摩沙即个所在。当然啦，咱拢是有读过册吼，咱拢会知影讲，即个世界上叫做福尔摩沙即个所在吼，其实有史以来毋是干那台湾即个所在，对无？佫有啥物其他的所在是叫做福尔摩沙？你看咱南边菲律宾，南边菲律宾嘛有福尔摩沙对无？吼。是。你迄个 Okinawa 嘛福尔摩沙。是。
吼啊，甚至到日本那边，哦，福尔摩沙，是，啊，所以有人一般大家拢知影，他用要几若10倍以上啦。哦，啊，迄个你若知影尊元吼，嘿，尊元即摆若坐船啊，长久一两个月无看陆地，是，若看到一个陆地，哦，欢喜到要死，美丽极到。是是是，吼啊，所以咱台湾拄啊伫葡萄牙还是啥，因迄个啥，迄个海路面顶，哦，吼啊，所以因若看到讲，咱台湾若其中一个或者福尔摩沙，这无奇怪。无奇怪啦。所以讲就是咧行船啊，吼，即个过程中间啊，毋管去到倒位啊，因为真久无上花嘛，啊，突然看到一片土地啊，或者是讲看到一个陆地的时阵，啊，看到一个岛屿，就是讲哦，福尔摩沙，迄意思就是美丽岛迄个意思。所以讲即个美丽岛，不过吼，即马咱台湾的即个美丽岛吼，福尔摩沙敢若是连做伙，咱若讲到福尔摩沙，其实就想到台湾嘛吼。啊，即个地名吼，咱这个号名有遮尔济即个过程哦，我感觉讲。思考一个重点啦，就是拢是外来的人咧，甲咱号名嘛。其实老师头拄有讲，吼，台湾是因为有真大的即个湾，所以讲叫做台湾。啊，迄外来漳州人、漳州人甲泉州人，是。啊，都原住民因都讲话，因都发声都无被注重，是。啊，煞无法度。老师啊，我有听讲吼，咱北港。即个名称吼，是以前台湾嘛，曾经叫做北港。对。对，我以为讲北港是婚姻关迄个所在北港诶，但是原来咱台湾阁有北港即个称呼。哦，毋是。哦，我毋来甲你讲，这咱好多东番，是，好多台湾，是，啊，好多家人，好多淡水，是。这个啥你知道？就讲当初连咱台湾本来真大诶下海洋性啦。是。迄个漳州甲泉州，因若要坐船来，我大家听话，要坐船头前就是北平。哦，是爱为北平去。头前就北平。是。好，咱来讲来风水的观点，毋是讲那靠山，靠山头前就是北平。是。啊，船啊就是山。所以若到漳州、泉州出来，因若看到啥，看到森林，看到台南，迄种北港。哦，因为就是台南北港一大堆，台南北港一大堆，是安尼，毋是干那婚姻尔。哦，所以讲吼，有影了解到咱即个台湾的地名吼，即个名称的由来吼，实际有影是用台语来了解咱台湾历史吼，是一个真好的工具啦，而且嘛是必要的啦吼。咱先吼休一下串，啉一喙仔茶，咱连面再继续来甲老师继续开讲哦。报道高阿丁，内容足丰富，有地理，有历史，嘛有人文甲故事。咱若是知愈济，捌愈深，对咱台湾就会听入心。叫做日咱食，也就是即卖安平城，也若当今的赤坎楼，就是迄阵仔的普罗米食。啊，两座城池吼，亲像即马讲安尼结相活，船若落入大港，就甲你拍，互咱骹步一徛定。就四界团到啊，咸探在。
船头不是好趁食，这若招人来开垦，修行稳当是八八八呀！水利是好咱咯，的专文就来弄钱，规笔兼做准。提供犁头种子，水牛甲赤牛，互咱开垦，收成着靠三瓜分呀。这种的所在叫做王田，也就是互藩王来做田，万项拢甲咱传遍遍，互人靠做，这嘛合概念呐。甲三条角是上出名。互咱那做危机。哦，拄则咱 VCR 听到这个念歌吼，有影是念得真地道，而且吼会当将这个历史吼解说了真清楚。不过老师啊，我有一个问题，他拄仔迄念歌内底有讲吼，荷兰人啊是去用赶来台湾的吼，啊到底因来到台湾吼，对咱做了啥物哈？啊，创有啥物影响？哦，你知影讲较歹听咧，就讲嘛，咱台湾伫16世纪到17世纪，有一真重要的所在。是，啊。哦，所以你看迄个啥，葡萄牙人因就去占迄个啥澳门。嗯。哦啊，什么人？迄个西班牙占咱边仔的啥？迄马尼拉。马尼拉菲律宾。菲律宾。菲律宾。哦，啊，荷兰人本来是要占澳门。哦。啊，但去互葡萄牙人赶出来，啊，所以就去占迄个啥？占迄个平湖。平湖。哦，啊，占平湖，因硬唔走啦。哦，是。啊，第硬唔走，啊，但是中国人感觉平湖是中国的领土。嗯。吼，啊，所以才含迄个荷兰人在压来压去哦。啊，到尾才荷兰人其实讲啊，迄中国人讲笑话。啊嘛，一直硬大啊，大到头1624年的8月吼。是。迄个明朝才派大军。才甲因赶来啥？赶来台湾。啊，但阮所理解的啥？你知道，本来要赶来台湾吼，其实明朝官府嘛，温存讲，当阮含皇帝讲好吼，恁就会当去转来平湖。是。啊，所以荷兰拄开始，你看荷兰拄来开始来咱台湾，差不多10年时间。是。大部分拢啥，拢建设拢起伫即个今安平所在尔。伊讲啊，我一工要转去平湖，是，所以我拢是伫海岸线这边，就是我随时会当离开安尼，哦，随时要离到平湖。对。哦，啊，但是差不多伫差不多1630年代要10年了后，伊才发现讲哇，安尼袂使。是。所以才开始台湾开始慢慢啊有种族、种米、种甘蔗。是安尼。做咱台湾变化。啊。吼。
因为明显讲16世纪就有人有原住民甲做漳州人、泉州人来啊。啊，但是若真正有系统性的台湾明显的变化，是荷兰时代开始。所以这是种荷兰时代，荷兰人因对咱台湾的影响的一部分。除了这以外吼，除了这以外，啊，佫有啥物是西班牙人或者是荷兰人来甲咱起的吼？啊，因的脚迹到底有啊，佫行到有啥物所在啊？咱台湾的地名真趣味，就讲荷兰人因去因的其他世界其他殖民地，荷兰人袂讲好名。是。啊，但西班牙就爱讲好名。是安怎？哪会安尼？无因天主教，天主教，比如来甲咱个和平岛，萨尔瓦多是救世主。啊，萨尔瓦多，你看中南美洲萨尔瓦多。是安尼。有啊，咱嘛就天理达。是。多伦达。圣三位一体。是。圣三位一体。是。啊，所以，阮来去研究来讲，哇，野柳。野柳。一般人讲叫有野生的柳树，海墘啊，海边边啊种物件，柳。啊，因迄种名，迄是野柳，迄是啥？迄个品种亚布罗，亚布罗，亚罗，迄个啥？种一个魔鬼的角。船啊，拄着爱惊啦。是。做做魔鬼角。魔鬼角，所以后来就亚布罗，啊，就变野柳。安尼我知，老师你头拄仔讲圣地亚哥啊，三条角是不是安尼？今日老师吼，甲咱介绍这个地名，会当算讲是咱400多年来台湾的一个历史的现场啦吼，啊还原了真侪个台湾地名的一个真相啦吼。这就是咧讲吼，看到姓名在根基，地名嘛是有原理，了解现在甲过去，无输得读圣贤诗啦。来感谢老师今日来到咱现场，感谢。这时间真紧，着一坎站，暂时离开着真不甘。大家若是无去嫌，伊咱后礼拜才过来谈，嘛才过来谈。报道歌顶用俗语甲故事，甲台湾人来博感情。后礼拜请继续收看《报道歌顶》。